喺學校做 HR 同校務行政，最頭痛嘅莫過於要處理幾十甚至幾百位教職員嘅假期、薪資同各種津貼。一到月尾或者學年尾，又要核對請假單同加班單，又要算薪糧、補薪同強積金，用傳統紙本或者 Excel 處理，效率慢之餘，仲好容易出錯。我哋呢套專為香港中小學同幼稚園設計嘅 HR 人事系統，主要分為假期管理同薪資計算兩大部分。操作簡單直觀，幫校務處同事大大減輕行政負擔。第一部分係假期管理，同事用手機或者電腦就可以隨時遞交請假單，無論係年假、病假、保休定時假，系統會自動配合效力同公眾假期計算淨天數。系統仲支援多級審批，每次有申請，組長同校長都會收到電郵通知，一按就可以完成審批，非常方便。如果同事需要加班，系統同樣支援加班申請與審批，填好日期、時間同原因，系統就會自動統計加班時數。管理員可以隨時查閱假期同加班結餘，新同事入職大假或者學年初始調整期初假期，都可以用 Excel 批次匯入，資料歸檔，一目了然。第二部分係薪資管理，系統支援學校嘅薪級表設定，仲會主動提醒管理員審批到達跳薪點嘅同時。無論係正職教職員、按日薪或時薪計算嘅臨時員工，系統都可以自動計算當月薪酬同加班費，準確無誤。遇到職位調整或者薪酬追溯，系統設有靈活嘅補薪處理同停薪輸入功能，自動幫你計算補發金額。到咗發薪日，系統仲可以一鍵生成各大銀行規格嘅 AutoPay 自動轉賬檔案，直接上載去網上，銀行就可以完成派糧，唔使再人手輸入。系統完全符合香港勞工法例，內置遣散費同長期服務金計算工具。每月結算後，系統會自動生成加密嘅電子糧單，透過電郵發送俾同事。連年度 IR56B 報稅資料同各式薪酬報表都幫學校準備齊全，仲有配合全港推行嘅積金易平台，我哋系統新增咗提交每月 eMPF 數據功能，每月結算完薪資之後，一鍵就可以匯出符合 eMPF 規格嘅供款數據檔案，直接上載去積金易平台，完全唔使驚人手打錯字或者格式不符。用一套功能齊備又實在嘅 HR 系統，幫學校簡化繁瑣嘅行政程序，將更多時間同精力留返俾教學同學生。如果你有想了解下呢套系統可以點樣幫到你哋學校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預約免費 demo。多謝收睇。